味的。可是充满文学性的电影，你看他电影，你看他导演的镜头，他的语言，他在说这故事的时候，他通常声音跟画面是非常巧妙的配合，让你觉得有一种空间的想象。他甚至有时候拍个空镜头，镜头是空的，一棵大树，什么都没讲，可是下一个镜头就拍一个人走过去。他会靠剪接的力量，让整个画面跟画面之间产生一种想象力。你看完之后觉得这电影拍得很美，这个美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树啊花，就是很感动。这个感动不只是讲故事感动，它真的是用电影的语言在处理一部电影，啊，充满了文学。比如说它的旁白写得很美，它的旁白充满了诗意的旁白，在讲这个中间有一个什么故事，你看完感觉这个东西充满了艺术。刚刚这个同学打的几乎是100分的，所以它充满了艺术性。那这个艺术是什么东西呢？当然跟它的美术有关。现在我就准备放一部纪录片，这个纪录片就是为了要纪念差不多20年前的这一群很年轻的导演，他们拍了一